这是 Delay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zin Dendar， 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学到了数字100。那在学10位数的时候呢，除了20它比较特别，叫做拟数以外，30到90呢，我们只要先讲3 sum， 后面加上一个 ju， 就是30 sum ju。所以40呢是喜ju， 50 nga ju， 60 ju ju。70 dun ju， 80 ge ju， 90 gu ju， 后面呢通通都加上 ju。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30到90 sum ju 到 gu ju 这中间的 ju 呢，有些是写架上去 ju， 有些呢是写薄架上去 ju， 到底它们的差别在哪里？有没有规则呢？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学它的规则。这个规则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大家仔细看哦。30 sum ju， 60 ju ju， 70 dun ju， 80 ge ju， 这几个的 ju 呢都只有架上去 ju。 它的原因呢在于这个 ju 的前面的这个字 sum、ju、dun、ge 都是有后加字的。sum ju 的 sum 它是后加字麻，ju ju 的 ju 它是后加字嘎，dun ju 的 dun 是后加字拿，ge ju 的 ge 是后加字达。所以呢 ju 的前面这个字如果它是有后加字的话，在写它的 ju 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写 ngun ju ba， 只要写加上去 ju 就可以了。所以反过来喜 ju、nga ju、gu ju 的 ju 呢都是要写 ngun ju ba 的，因为这个 ju 的前面那个字像喜、nga、gu 它们都没有后加字，因此在写它的 ju 的时候呢，就要写有 ngun ju 把那个薄加上去 ju。 好，所以它的规则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只要记得在写 sum ju 到 gu ju 的时候，这个 ju 的前面那个字只要它是有后加字的话呢，在写这个 ju 的时候就不用写 ngun ju ba， 只要写加上去 ju 就可以了。那反过来，如果 ju 这个前面的字是没有后加字的，那在写这个 ju 的时候呢，就要写有 ngun ju ba 的薄加上去 ju。 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sum ju 的 sum 因为它有后加字，所以在写 ju 的时候呢，就只要写加上去 ju。 喜 ju 的喜没有后加字，因此它的 ju 要写薄加上去 ju。 nga ju 的nga它也没有后加字，所以在写 ju 的时候呢，要写薄加上去 ju。 ju ju 这个 ju 因为有后加字，所以它的 ju 呢就写加上去 ju。 dun ju 的 dun 也是有后加字，所以它的 ju 就写加上去 ju。 ge ju 的 ge 也有后加字，所以在写它的 ju 的时候呢，就写加上去 ju。 而 gu ju 的 gu 它没有后加字，所以在写 ju 的时候呢，就要写薄加上去 ju。 大家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这是 Delay。